第一個好大支啊！好中咗，竟然第一個死咗，第二個好打中啦！今次第三個。啊！數腳好長，第四個，哎個刺俾人擋咗，撥到好嘢啊 ！August 好犀利啊！第五個，啊打中個頭，走唔到啊個頭！第六個，唉炒咗，第七個。中咗腳係嘛？你中咗，第八個。哎，打中兩個都中，佢中咗手，你都走唔甩啊！中蛋蛋啊！唉，講下先。你係高處咁樣揼落去打蛋啊！唔係低炒，係高揼。好，第九個避到擋到。呢個係嘛？嗯。佢回防唔切。之後打完咧。出唔到大廈，係好快就係入咗，係第十局，我打25頭下，好11局，哇又打冇中彈冇中彈，12局，好13局。哎，打中，兩個都中咗，14個。哦，攔腰。好，15個。好，挑到16局。好。你都中咗，好17個，避開咗，我中咗，好18個，唔肯定啊，好繼續啊，係打中咗 August，你都中咗19個，啊，好。20個，好，截咗，今次截咗。細節嘅位咧好難瞄，因為佢誤差少少。反而要行近啲嚟打。因為要打大 target 係嘛？係。所以就容易俾人攔。係21個。呢啲其實係一啲好好嘅使用經驗嚟嘅。哇，好好嘅使用經驗就係話，因為長。所以難瞄細節位，無論係因為速度唔夠啊，定係因為佢嗰個少少嘅偏差造成個放大嘅誤差，就變咗你要打大他嘅。打大他嘅其實個長度優勢又唔見咗啦，但只有呢個速度上嘅劣勢。係啦，22個。整出嚟點知咧？係啱啊！真係知啦，冇人用呢支。係啊。哇！炒！因為係咪同你之前彎嗰支都唔一樣啊？感覺唔一樣。佢冇咗嗰隻 delay 嘅應該。冇咗 delay。係，但係就由於冇咗 delay 就更加覺，因為長度造成打唔到細節位嘅問題。因為你話如果嗰支好彎嗰支，你可以賴落個 delay 度，令到你根本掂唔到嗰啲位。但係而家明明冇咗 delay 都掂唔到，就唔關嗰個樣嘢事，而係關長度事。係啦，23局。同埋睇你消耗可能會仲大啲添啊！
係。我冇理由下下都咁樣㗎。傻嘅咩？會俾人破到嘅其實。好，24局。大嘅動作變翻細。好，24局。避到，擋咗。中，好。好，第一輪 last 一局，25局。中。好，好。佢係要由大到細先打得太。係，好，唞陣唞陣。好，第一局，第二輪第一局。一定唔會有失誤嘅。好，打到手，第二局。誒，又劍指啦。你出嘢咩得咗？打死。仲劍指。引人打咯，但係係引嗰啲唔識得用施力剁手嘅人。係而家試下第三局，引人打嗰陣時縮之後就換把劍出嚟，但係你要縮到咯。好，第四局。避咗。哦，中咗，好嘢啊 ！August 好嘢。第五局。哦，中攬炒。第六局。係打中，佢咁花咗少少啊。第七局。係。第八局。係啊，兩個都中。第九個，係啊，好痛啊！好，第10局。係打中隻手啊！回身一劍，雙手短咗好多嘛。11局，擋得好穩啊！中好，要好似係啦，係啊，防得好穩，跟住反擊咯。12局，中咗，揾隻手嚟照。13局。好，14局。好，佢中咗先，佢中先。15局。片咗。16局。走得咗，打中17局，走啊！好，走唔切。18局，中，好。19局，係打中，一個中頭，一個頸啦，其實屬於係一個腰。20局。挑到21局，好閪乞人憎嘅球法。係啦，啱啱對住你個軸心，中，打到佢支劍幫落自己個頭度，係啊，你撞咗佢支劍撞落自己個頭度啊！22局，中，係。佢雙手就可以好快。係突嗰啲咯，23局。但係你要防得住佢打招。係，因為佢第一招會遠過你。好，中咗啦。好，24局。好，第二輪 last 一局，25局。啊！到你做大髀啊 ，fit 中。
我做背脊。你做背脊，好唞陣，等陣打多第3輪啦。真係貧富都係咁。第一局。哇！哇！打到個頭。第二個好遠啊！解咗條帶啊！係啊，打中埋條帶添喎。啱啱拍咗落嚟啊！即係條帶下爬嗰條。真係要好自由。好自由嘅，因為你要記住你有長度優勢，有乜事大不了走，唔好喺隻手度同佢鬥快，用隻腳嚟鬥。喺隻手鬥快就會好攰。用隻手嚟鬥快就提升你今晚嘅成績質素。係啦，好，第二個入咗，第三個，哦，你個頭都中咗，衝得太入啊你！第四個。哦，擋咗都入啊！係啊，第五個。好慢㗎嘛，係啊，因為重啊。係啊。6個。好，中咗。第7個。頭梯離開。離開。哇！係第8個。好癲啊！好攬炒，第9個。把刀已喺個頭頂。冇事。第10個喺個肚嚟。追，擋住！哎呀，攬炒。第10個。擋到，哎靚 highlight 呢個啦 highlight。11個，呢個係烏身去擋啊直頭。擋到，繼續擦到佢手套啫。擋到，係揩到少少，佢中得多。12個。哎呀，中啦大髀，13個，擋住，好中，你嗰度刮到少背脊，但佢中得多。14個基本上擋晒咁滯噶。擋到，哎呀，中咗拳頭。15個。哇！中咗拳頭，你打到細位喎，16個。佢好慢啊。係。好慢係，因為要瞄準。16個。哇！拎起隻腳嚟避，中咗2個都中，但係拎起隻腳嚟避。17個。哇！跳到，由腳喺度拉上去，18個。係啊，因為好長。咁就係我係想超隻手嘅。係啊，結果由小腿拉上去。佢個係。18個，避開咗，擋到，打中，好嘢！佢個手踭中咗少少。19個。掂得佢落到嘅。一掂到就反擊㗎啦。跟住你速度上嗰個起動就唔夠佢快。擦到20個，直接落膝頭哥。21個，好理佢把刀，冇用㗎你嘅把刀。避到，哇靚啊！你又打到佢手先，但係佢都係會揼落嚟。22個，
係挑到，但係停唔住你嘅。23個，哎中啦！哇，偷到啊！24個，啊又嚟一次，好啦 ，last round， 擋住，係啊，肥到，黐線好癲啊！擋到，哇靚 ，highlight， 好嘢！之前嗰班咁蛙先吉。佢其實呢個係佢第2次擋到一個刺之後嘅反擊嚟啦，但係咧今次就 highlight 啊，好嘢啊！犀利！